主后2022年6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用基督的心做心。圣经咱来看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。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，既然恁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，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，既然恁有经验上帝的慈悲怜悯，恁就有相款的心志、相款的疼心、和谐的感情、一致的想法，通互我充满欢喜。毋通自私自利，嘛毋通追求虚荣，反倒着有谦逊的心。看别人比家己较敖，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，嘛着顾别人的代志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，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，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。伊反倒摒空家己，取奴仆的身份。出世甲人同款，用人的形体出现。伊自愿谦卑，顺服到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因为安尼，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，使伊超越万名的名号。安尼，为着敬重耶稣的名，天顶、地上、地下，一切的骹头趺拢会跪拜。一切的喙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，来荣耀父上帝。有一首趣味诗安尼讲：你有你意，我有我意，正如你意，不如我意；正如我意，不如你意。为准主意，你我满意。毋过，现实生活中有的基督徒根本无甲主意放伫心内。若安尼，毋甲主的旨意放伫心内的教会，后来的下场会安怎？莫有一间教会，内部分裂做老人派甲青少派，有一遍，两派的人因为对某一件代志的见解无共，礼拜后发生争执。当双方拢毋肯相让的时，牧师请因冷静做伙祈祷，总是无一边愿意听牧师的苦劝。老人派中间的某一个人，捌做过青少年派某一位的厝头家，就指出少年人说厝的时会毋对。少年人感觉互人人身攻击，就大受气讲：教会内有你这种人，以后我也毋来教会啊！老人也气喘喘讲：毋来就毋来嘛。所以少年人气噗噗摔物件了，做伊行离开教会。其他青少年派的人也对咧离开。争执中，无人愿意放下家己的立场，也无人愿意听牧师的苦劝，做伙祈祷。若是现场其他的人甘当恬恬袂输伫看戏，毋管牧师讲啥物，拢无人要听。后来，当牧师离开迄间教会，迄间教会也因为内部拆裂严重，落尾不得不解散关掉。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讲：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，既然恁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，既然恁甲圣神有团契，既然恁有经验上帝的慈悲怜悯。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指出这个题目，也是对咱今仔日的教会上正确的题目。到底咱的性命
是毋是有因为踮伫基督内面，变得搁较坚强无？咱的疼心踮伫基督内面，是毋是有受到鼓励无？咱甲圣神的团契是毋是有美好？咱踮伫教会内面，彼此之间是毋是有亲爱同情的心呢？教会内往往啥侪隐杂，因为逐种立场无共，就定定意见袂合。若袂当用基督的心做心，就难免会纷争结党，拆离教会的和谐。教会纷争拆离，毋但失去见证，也真侪社会的笑柄，阁会阻碍人入来教会。基督徒爱真心找求主意，用基督的心做心，着共同的目标，有彼此相顾的疼心甲怜悯心，愿意甲主耶稣有一致的想法。千万毋通自私自利、贪图浮名，反倒着爱彼此谦让，看别人比家己较高超。拄亲像基督，虽然有上帝本质，却无滥用甲上帝上等的特权，颠倒放杀天顶的权威，取萝卜的本质，倒成肉体来到世间。为了恢复人甲上帝中间互罪隔绝的关系，耶稣基督顺服上帝，搁顺服到死。甚至死伫上凄惨的十字架顶。伫教会内，我敢要放下身段，无贪图浮名，甲肢体彼此谦让。我是毋是要甲正肢体彼此相顾，搁用家己已经有的力量和资源来辅助软弱的人，来形成一日啊？默想。伫甲无共立场的人有争执的时，我是毋是会安静落来，聆听主意？伫甲无共立场的人有争执的时，我是毋是会安静落来，聆听主意？咱来祈祷，公义正直的上帝，求你经常提醒我注意家己的讲话甲行答，互我愿意学基督的谦卑顺服，遵探主的心意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心灵拢勇健平安。